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近日宣布，台湾新增加的8例案例，全部是境外驶落来的个案，其中有1件是家庭群聚，另外有3例同先前参加欧洽旅游团的群聚有关系。集团人士既然有9位人确诊，另外咪新增加的1人是参加摩洛哥的旅游团，一下全台湾总共有363位的。另外，筹备公布一个到商店买东西的确诊男性，佢喺本马萨车到位，一下前到位。指挥中心公布，及时同意咧对美国转来台湾嘅确诊者，向下食饮料，算系群距离接触1點鐘較加。香港有唔啲萬嘅原因為奧利度嘅情形，詳情要注意嘅。也下咪同亞航連日咪同步採檢整條地度。指揮官陳時中近比咪正式宣布，也下意思從機場查為帶走人咩？香港人客唔肯配合，機場查駕駛就做得莫再記。籌備發布採訪數據嘅檢測過後，近比屏東kend登大街人潮少過1度。喺個人士冇出現確診嘅頭動件，籌備嘅人潮比kend登還較多。草案部拖一時嘅結束營業過後，縣政府就夾去接拖。美國紐約州一下竟然有超過40萬嘅確診病例，官方按算疫情會拖7年內達到高峰。